中秋节你要搞你月饼敢买好啊？后来看这三个所在拢真出名，大家拢咧排队啊。就先来看到台南这个饼店老店啊，门还未开，门口人早就吵，真侪人介意，这就是老店的传统的口味啊。另外，再来看到嘉义同款的情形，嘉义这个所在原地卖肉包，但是到中秋全部改做2人酥，一天啊生产2万粒，同款真侪人咧排队。再来看到高雄啊，真神秘的月饼档，无招牌，但是大家感觉好食，一直小团，所以原来同款排队一堆人等要买。台南著名的糕仔饼店也未开始做生意，门口就摆间热肠。你大概几点来排的？8点半。味道就蛮传统，吃有送，有自己送人的哈，带出去，带到国外去。然后带到国外去啊？大家想要买的就是老店卖间下叫的月饼。买到了，哎，谢谢。丝丝黏黏的月饼，总算买到看民众欢喜佮满足。真侪位店员分工包装装地介绍，只是生意好甲变贵，有人买完离开，煞咧有人来排队，生意强滚的画面嘛出现伫咧家己。大家像咧买的就是这。每一粒大粒佮水的2人酥，敢若用筷就敢若真好食款。欢喜啦吼！哎，高兴买到。连我们平常卖的包子、馒头都会停工来专注生产蛋黄酥这个商品，一天生产将近2万颗。传承一家这老店原本伫咧卖肉包，不过中秋节一日到业者开始无实行，希望人客拢当买到爱食2人酥，欢喜过节。高雄有新别的月饼档，无大底看板，敢若靠在地人食好到小铺，下晡才开始伫咧做生意。因为开始咧摆档，欧巴桑妈妈就拢请我来，当做收班都可能爱过等。每一年都会来订。喝家，他们家的非常好吃。最多我们可以买几盒？10-20盒都有。因为业者做甲真好食个俗，有人一日买就是几2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